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哋練習下呢個基本4拍先啦。好，右手記住要乾乾淨淨啦，唔好碰到2、4呢兩個音，基本上就已經 OK 嘅。當然要彈得平均啦，就唔可以有啲長有啲短咁樣樣啦。咁同埋左手都要 keep，係啦，留意佢要 keep 足4拍嘅。咁跟住逐格上去，係啦，嘭叭叭叭嘭叭叭叭嘭叭叭，跟住就可以揾啲歌去彈嘅啦。咁就睇翻我哋嘅筆記啦。第一定要揾記清楚嗰7個音A B C D E F G A 嘅位置，同埋咧一定要近，即係譬如你 C 完之後咧，你轉去 A 應該最近係呢個啊嘛，轉去 G 應該最近係呢個啊嘛，就冇理由 C。你睇下右手飛咁遠，咁咪會難咯，難就會被逼要望個琴，望個琴就會望少咗個譜。我哋盡量要望多啲個譜嘅。咁隻手盡量係摸，譬如呢個彈完呢一個 C，就用隻手去摸，摸落2格就已經得㗎咯喎。咁所以咧，你就要練啦，唔望個琴嘅情況之下，能夠跳到2格，甚至跳到3格。C 去 G 咪3格咯，係啦。咁因為最多都係3格㗎咋，係啦。而 C 你唔會上嚟 G 㗎嘛，你睇下，話你 C 上嚟 G 咧就係4格啦，1、2、3、4，但係你唔會咁蠢㗎嘛，你會落嚟。咁所以其實最多都係3格，你練多啲。咁就最好咧就預早1至2個1至2個 chord 係睇定之後嘅第一個或者2個 chord，就唔好去到轉 chord 先至要去揾 chord 咯。咁跟住就係拍子要平均啦。咁你可以一開頭數嘅時候，你就先數咗喺個心裏邊數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先至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。咁你唔會話一開始彈你先至開始數拍子，而係彈之前你就已經數定拍子咧，你嗰啲拍子就會準啲。OK，咁點樣去幫個領唱去入啦？咁我哋揾一首歌做例子啦，譬如腳步咁樣樣。咁你見唔見到腳步嗰首歌係第一拍就係第一個 chord，咁咧你就可以嗌個領唱，總之隨時入都得。你的腳步帶着我的腳步，咁咪 OK 咯。除非嗰個領唱連咁都入唔到，咁咧你就試下停喺呢一度，跟住咧對眼咧就望住個領唱嘅第一個字，即係暗示佢隨時可以開始。佢一想開始就你的腳步帶着我的腳步，咁亦都得嘅。睇一睇除你以外咧，呢首歌咧佢第一個 chord 係 C 啊嘛，咁喺個耳嗰度，除你以外個耳嗰度喎，咁咧你就可以用翻我頭先嗰招絕招啦。噠巴巴巴嘭，等幾耐唔知，等個主席佢中意幾時唱就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還能有誰？除你以外，你首先嗰個伴奏前奏咧停咗喺一個位嗰度。佢一唱你就準備入第一個 chord 啦，除你以外就係咁樣樣啦。咁講完入歌咧，我就想講一講彈錯咗咧，千祈唔好驚啦，係啦，放鬆，穩住個拍子先，係啦，盡快跟到佢唱緊邊一度，就盡快可以咧喺佢下一個 chord 嗰度咧同佢一齊入翻。咁就尾奏啦，尾奏記住要3、4，自己加多個 chord，或者1、2、3、4，高8度咁亦都會好聽嘅。OK， 多啲揾人夾，唔好淨係匿埋屋企喺度彈，係啦，彈到咁上等一定要揾人夾。好啦，咁至於咧啱啱新呢一堂學咗嘅嘢啦，
就係用不同嘅音域啦，例如正歌係用呢個中間嘅音域，但係咧副歌咧就可以高八度，又或者正歌係用原本嘅音域，跟住正二，即係正歌嘅下半段咧就上嚟，跟住咧副歌又落翻嚟，咁聽起上嚟就好似已經有3個層次，其實你嚟嚟去得2個層次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係左手咧試下可唔可以加8度嘅音，譬如你本來係單音噶嘛，就變咗做，咁呢個要練啦，原地踏步你練熟咗啦，跟住試下逐格上，都唔會碰錯到其他音啦。OK， 咁我哋就試下彈下。你的腳步帶着我的腳步，一步一步都有祝福，用一個嘅氣勢。不過既然係咁大氣勢咧，你正歌就可以唔用呢一個，你可以副歌先至用。例如正歌嘅最後一句咯，走在夢破的道路，就給我更多的勇氣。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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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啦，2個音，咁咧就會更加有氣勢噶啦。咁教一教大家咧，係彈呢個平均4拍得嚟咧，係缺3拍，即係咩意思咧？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係啦，就係定3拍冇咗，咁樣聽起上嚟咧會挫啲，同埋係咯，即係有一個拍子感強勁啲。咁多數咧，我哋就可以喺個副歌嗰度彈啦。咁例如除你以外嘅正歌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還能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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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除你以外，噠滴噠噠噠噠噠噠，除你以外，噠噠滴噠滴噠滴。咁你跟住咧就副歌啦。雖然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漸漸地衰退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噠噠噠滴噠噠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係彈嗰個小節係一個 chord 一個和弦一個小節2個 chord， 咁即係每個 chord 得2拍，你就做唔到呢個缺3拍啦，你就做翻嘭巴嘭巴嘭巴3、4。咁呢個咁有拍子感嘅缺3拍咧，我通常就會喺副歌先至會用咯，又或者正二嗰度用都可以嘅。